说谁骗子呢？这不就是上签儿？人不行还怪路不平，真的是。算哪一卦？哟，卖螃蟹的搭戏台好大的架子呀！你不算，别碍着我做生意啊！哎，想找你帮个忙。哟，你这是求我呢？我这儿算一卦可不便宜啊！听说你这儿有法，我想投到这回。去02年。哎呦喂，您不去找那位爷，你找我做什么呀？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呀？一句话能不能行？赶脚不赶趟，你呀，趁这是好时辰，说不定啊，去个好人家。别忘了上次托梦那事儿，等着上大殿。来，坐。哎呦喂，我的小祖宗呀！哎呀，我要是进不来了，我还怎么帮我们的好兄弟们办事儿呢？哎，丑话说在前面啊，这定向服务啊，门槛高，代价嘛，轻则小痛小病，重则啊暴击终生，你可得想好啊。行了，哎，就一普通人家，你这是何苦呢？等等，回来！啊，没这个，那边你也过不去。那老太婆啊，看到这个就懂了。谢了，我终于可以弥补遗憾了。今儿我家虎子2岁生日，烦请先生请个平安符。寸草虽有心，春回情难抑。恩之已是短，燕归仍有期啊。